下面说：“泥诸所能去，自然之自明呢，则诸事变系，此所速生之啊。”那么但这种这个见解啊，就是到了这个以后呢，就是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感觉，或者是有没有比较特殊的境界呢？是有的啊，就并不是呢，好像那个空中射箭一样，就是或者是对大海里面扔石头一样，就是一无感觉，不是这样的。应该说是，虽然从这个制作上啊，从相上面呢，远离一切有无是非的这个变啊，就是一切戏论和执着呢，就是决定是没有的。人其所居呢，就是全部自然而然这个消失于这个真实的法界当中。但是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自己啊，通过这种方式来所了解，也就是说，是个别自证所认识的这个法界的自然这个光明呢，就是不依靠任何因缘的造作而这个所出现的这种个别自证啊，就是自然本质，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那个自然本质无限主就什么无主限啊，就是有很多经典当中也这么讲的嘛，就是这种这个心识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存在，也就是说智慧吧，就是般若经里面也是说心无有性，心之自性为光明。就心无有性，心之自性为光明，这样的一种本性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存在的，就像太阳存在的话呢，这个阳光呢就是自然而然积聚一样的。这种这个法呢，就是并不是像无情法一样的，你真悟空性的时候呢，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像晚上这个睡着了一样，就是什么的这个感觉没有，不是这样的。就像《定界宝断论》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自己呢，就是完全就知道就是他的这种境界是如何。所以他呢，就是虽然是远离了一切的这个执着，但是呢，就是这种这个远离一切执着的相，或者说是远离一切执着的这种殊胜的境界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存在的。这就是所有获得当中呢，就是最殊胜的一种获得，获得无生，深妙智，故此称为这个智慧度啊，就是应该在般若思想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就是因为我们获得了一种这个无生无死的这个智慧，这就是实际上就是智慧到达彼岸，也就是说呢，是叫这个智慧波罗蜜多。什么叫智慧波罗蜜多呢？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心里面就是像一切都是空性的这样的一种分别念，而是通过上师的教言和然后自己的这种对佛教的这个信心啊，然后呢，就最后真正能通达了一切诸法的这个事项啊，这就是智慧波罗蜜多。所以这样的这个殊胜智慧呢，应该是我们这个在座的各位呢，就是在将来的这个修行道路当中的话呢，就是也会这个不同层次的，就是会受到的，会得到的。那么下面这样的这种智慧呢，是不是人人都得到呢？就是也不一定的啊，就是是不是凡夫人能这个接受呢？就是凡夫人确实是就是不能得到的啊，就是凡夫人，尤其是我们这个不学佛的人啊，或者说是对这个中观和对这个佛陀的这些境界呢，就是没有这个信心的人的话呢，那就根本就是得不到的啊，就是得不到的。如芒千热舍，凡夫千未见，如何四不者，凡与戒甚微。那么他是怎么样得不到的呢？就像是这个盲人啊，就是盲人的话呢，就是他前面就是虽然有这个诸子平子山河大地当，就是一切这个形形色色的设法呢，就陈设着，但是呢，因为就是这个人呢，就是没有这个双目的原因呢，就是外面的这种这个包罗万象的景象呢，他根本就是无法这个照见的。同样的道理，作为这个没有积累资粮的，也没有这个对大乘佛法呢升起信心的这种这个凡夫愚笨的人的话呢，虽然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心的本体和一切万法的本性呢，也从来没有远离过他，而这个也就是具身存在。但是呢，就是他怎么样的思维，怎么样去思考啊，就苦思冥想呢，一点一滴也是根本不可能了知的啊，就是不可能了知的。所以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确实以盲人的这种比喻啊，来这个说明，就是说这个什么就是凡夫人呢，就是根本不能了知真正的这个一切诸法的这个事项，就是这一点呢，就非常这个合理的。我们藏地的报运什么报切经里面呢，就是有个校正，但是韩文的报切经里面没有就是照到，就是应该韩文的华严经里面呢有个很好的这个校正呢，就是说这个
譬如身盲不见日，非为吾日出世间，就是意思就是说，比如这个身盲啊，就是天生盲人的话，那他就不见日，他不见日呢，就是并不是因为这个太阳呢，就是没有这个出世，诸有目则细明见，各随所恶。各随所恶，修其业啊，就是各随所恶修其业。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有这个双目的人呐，就是他是完全能明见，就是太阳的这种这个光芒。但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实践当中的各个人的这种随着自己的这种这个修行力啊，就是所以他所得到的这个结果呢，就是也完全是不相同的。凡夫人呢，就像是盲人一样的啊，就是虽然就是有太阳就是出现呢，他一点都是见不到的，而甚至和对修行有缘的人的话呢，就像是这个有双目者一样的，所以呢，就是他以他的这个缘分和他以他的这种修行的境界呢，就完全能这个照见。所以不说我们这个菩萨和凡夫人，我们在座的这个道友啊，大家都这个坐在这里，但是呢，对大乘佛法有信心，对中观有信心的，我现在课里面所讲的呢，有个别的人呢，就是也基本上完全就是领会的。他所讲的这些这个内容的话呢，就是自己也确确实实是心里面就是慢慢就是也受到这个利益的啊，受到利益。但极个别的人没有信心的，也就是怎么说啊？就胡思乱想的这些人的话呢，讲什么的可能也不知道的，就是所以不是我们这个别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场合当中的很多人的这种这个得的这个结果啊，就是也是完全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这样的这个凡夫人的话呢，就是再怎么样，这个思维也是很难，就是难以接受的。不但是不得这个接受，有些人呢就是特别的这个害怕啊，就是一切诸法是空性的，一切这个实有的法都是没有的话，那三有三宝，恶有恶报啊，那全部都怎么会是这个就是。是不是因果全部都这个垮了？就是那所有的这个善恶都是没有了，所以他的这个心当中呢，就是产生这个恐惧性。就是以前什么这个升天论师也说了，就是因为什么这个愚闻空法名，皆生大不为啊，就是皆生大无为。因为一些愚者的话呢，就他听到这个空性法的这些名称的时候呢，就心相续当中就是升起极大的这个恐怖性啊，就是恐怖的性的。龙门菩萨也说了，就是说是前指见诸法，若有若无相啊，就是好像在中论当中吧，就是前指见诸法，就是智慧浅薄的人呢，见到诸法呢，要么是有的相，要么是无的相。除了这两个以外呢，真正的这个隐秘的这种这个一切诸法的本来实相呢，就是很多人根本见不到的。所以说，真的我们实践当中的有一些就不说就是从来没有学过佛的人，学佛的人也是特别的执着相啊。那就有时候有点就是可怕的，就是别人说那个人有神通那个人发光真的然后他对这个相就是特别的去执着，就是如果稍微有一点那个就是发光或者说这个就是身上那个出汗那这样的话就觉得很稀有这可能没有什么的，就是。是不是出汗就大家觉得是现神通然以身正教真圣教破诸辩智理伤势窍诀理如得目自见就如得目自见。那这样就像是就刚才那个愚者的人就是对这个盲目的见不到，就是任何法一样，是不是一切法都根本见不到呢？绝对不是的真正是一切诸法的本来实相呢，自古以来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呢，通过他们的这个传记，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真的是真悟这个法性的开悟的人呢，是比比皆是，就是非常多的。然后呢，我们只要是依靠这些窍诀的话呢，一定能见到就是这种万法的这种自信了。那么依靠什么样呢？就是依靠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圣教就尤其是了义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像那个般若法，就是像在宝积经以及这个南阳经释迦牟尼佛的大乘的这些殊胜的这个圣教就是这些呢，就是不可缺少的，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破除一切辩的这种例证就破除一切辩的，就像那个。升天论师的中观400论然后龙门菩萨的这个中观根本慧论还有这个月称论师的入中论等等，这样就是像这些这个论点的话呢，
完全是依靠这个世间的力自在和他们的无与伦比超胜的智慧来，就是破除一切变和一切相的这个力证，然后依靠刚才这个大经大论，还有呢就是这些这个高僧大德们的这个例证，然后自己这个传承上师的窍诀啊，就传承上师的窍诀，就像我们摩诃仁波切啊，还有那个华智仁波切、法王如意宝等等，就是他们的这些这个代代相传的这样的这个口诀啊，就是非常殊胜的这个窍诀，就是当然贤宗也有窍诀，密宗的这个窍诀的话更不用说，就是莲花生大师呢直接就是传到我们这个金刚上师之间的这些殊胜的这个窍诀的这种力量呢，那么就是自己啊。真正的一切万法的这种本性呢，就是非常这个容易的让这个见到啊，就这是的的确确就是现在我们禅宗的一些传承上师呢，就是也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获得的也有。然后这个密宗的话呢，就是更是就非常多的了。所以呢，我们在座的人也是，只要是对这个佛法有信心，但是这个信心呢，光有一个信心不行的，应该依靠这样的。第一个是佛教的这个经典，然后就是例证啊，就是破除一切变的这个例证，还有呢。就是这个上师的这个教言，依靠这三种因缘的话呢，那完全能这个通达的啊，就完全能这个通达的。所以这一点呢，就是不可缺少的。现在很多人呢啊，就是有些人说你只要读经就可以，不懂的地方的话呢，就是你多啃一啃呢，就是确实你啃不懂啊，就是没有上师的窍诀的话呢，就是这是很难这个讲。没有依靠这些高僧大德们的理证的话呢，就是也很难以就是这个查字典，就是确实光查字典的话。那也不行啊，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居士啊，有些学佛的人呢，真的是那个，就是完全是依靠自力是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不要说是我们学过入中论啊，就是入中论里面说是这个我们就是通达这个深深的，就是他通达这个深深的话呢，就是也是依靠这个身教和还有这个例证啊，就是依靠这个身教和例证。然后龙母菩萨的诸论当中所说的这些教言来就是进行案例的，就是当时呢就是月称论式的也是这样讲的。既然月称论式的是需要这个经典呢，还有龙母菩萨的论点，还有一些这个例证的话呢，那么我们呢，什么这个其他的高僧大德论点全部抛之脑后，然后光是这个靠一个经典呢，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就是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就是依靠这个传承上师们的窍诀和这种这个例证来就是进行这个决策，就决策之后的话呢，最后呢就是真正能见到我们在这个反复地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能见到一些这个寓意智慧的比较相同的这个甚至摩诃仁波切在定解宝段论里面也是讲了，就虽然我们现在是反复素质，但是呢，通过上师的教诀，最后自己的心的这种光明呢，基本上是原理四变八系的方式来让这个照见，就是这是在我们这个还没有得一地菩萨的时候都是有的。当然，你得了一地菩萨的时候呢，那完全就是品尝到佛陀这个所说的如来的教言的真正的美味。就是下面也讲了，而是得品尝，佛法甘露为百般心细言专注获至神。那么最后呢，就是到了这个就是一地菩萨也好，或者是你虽然没有到一地菩萨，但是你自己呢已经这个获得了一种境界啊。就是虽然这个反复，但反复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对自己的这种这个法忍呢，就是有深信不疑。在那个时候呢，就完全让这个品尝得到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第二转法论和第三转法论里面所讲的空性和光明无二无别的这种超离一切这个思维言所的境界啊，就是这种境界。这种境界呢，当你品尝以后的话呢，就像是这个就是哑巴呢，就是已经品尝到就是汤的美味一样的。虽然呢，就是有这个不可言说的这种这个境界，自己完全呢已经这个通达了，但是通过这个语言和通过分别言来就是进行给别人就是知识的话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因为已经完全品尝到佛教就是所讲到的这种空性和光明无二无别的境界，那时候的这种欢喜心呢，并不是我们现在有些人呢，就是已经这个发生后悔啊，或者是卖汤啊，就是那种欢喜心。那种欢喜心呢，其实是假
象，就是嘿嘿嘿，就是这样笑一笑而已。里面还有一些就是不欢喜的一种姿态。其实那个时候的从内心当中的真正的这种幻想，因为你在漫长的轮回当中呢，已经摧毁了就是轮回的这个根本，而自己朝你一切这个生死流转的这种境界呢，就是极其的欢喜。这个呢，就像比喻成我们的这个双目啊，我们这个时候的双目呢，并不是如眼的这个就并不是如眼的，而是呢，就是真正能照见一切万法。就像这个得一地菩萨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诸根呢，就是能照见就是一切对境一样的就一切对境那样的那种这个欢喜心呢，始终都是在这个佛的发生之当中呢，不会离开的就是也就是说，就是从比喻的角度来讲呢，他这种这个双目呢，一直就专注于这个佛的这个智慧身体，也就是说，这种境界的话呢，始终是就安住在这种这个法乐当中就所谓的法喜充满就是确实我们现在这个通过这个学佛通过学佛以后呢，有些人呢就是收益比较大，这种收益的话呢，并不是别人所说的，而且通过自己的努力，真正是佛陀在经典里面所讲到的这种智慧的境界呢，完全在自己心里已经这个有所这个明述。这个时候的这种欢喜心呢，就是平时的我们实践当中的这个这个一般的这种这个欢喜心呢，就是无法这个描述就无法描述。所以呢，我们也应该这个发愿呢，就是我们在座的人呢，现在既然已经这个学了这样的这个殊胜的佛法，在这个学佛道路当中的话呢，就是尽量的不要这个退转了。不退转的唯一方法，释迦牟尼佛光传当中呢，都已经这个讲了，就是多年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名号的话呢，那么就是菩提道当中不退转。所以佛陀呢，就是在这个500个大愿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发愿呢，就是在菩提道当中是不退转，就是它有就是唯一的这个怎么说就是跟其他佛不同的这个能力。所以呢，我们平时呢，就是大家也是应该就是一心一意的祈祷，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是在菩提道当中呢，就是不退转。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定会是能感受到佛教的就佛法的就是最这个殊胜的至高无上的这种境界。于此诸正法究竟归等性，得无所确信，所无尽法藏。在那个时候呢，你已经这个证悟了一切这个好也好，不好也好，快乐痛苦就是高贱贫困等等，就是一切呢，就是全部是平等无为的，没有任何这个分别区分的，就是这样这个等性的这种境界就那个时候呢，就完全是已经这个无有分别的这种等性的这种境界。那个时候呢，就所有的一切的这种这个言辞思维就是无法这个描述的。这样的这个境界呢，就是自己完全都是已经得到了。也就是说，得到这个无所之确信。无所之确信的话呢，你没有办法用我们这个语言来这个描述的。这样的这个确信或者是境界呢，就是已经这个得到了就是那个时候呢，可能是这个邪魔外道也好，我们实践的这个外道，或者是具有邪见者呢，怎么样折破你的这种境界呢？你自己已经完全就是悟到了这种境界。那个时候呢，就是天人人非人想见到你的这种境界，也是无济于事，根本没办法的。已经到了这种这个确信的时候呢，那么你给别人这个宣说佛法，就是通过这个巧妙的方法，三巧方法来宣说的话呢，那么就是你这个取之不尽，就是佛法的这个自然，你在智慧当中呢，就是流露出来。那个时候呢，就是不需要就是天天的是闭着眼睛就是这个背诵就是到一定的时候，我们尼玛巴的很多的这个上师的这个有些传承的这个专辑当中都是有，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全部你的这个智慧当中流露出来了，就是不用这个特别的这种费力。就像我们以前上师如意宝的话呢，就是到了这个晚年的时候，老人家已经60、70岁的时候呢，就所有的这个校正所有的一些那个就是一些这个因为上师晚年的时候呢，就是大概是可能10多年的是根本就是没办法就看字就眼睛的不好的，但是呢，就是他老人家年轻的时候的所有的背的这些校正的话呢，全部就流露出来了，就是很多人都特别这个惊讶，包括我们这个学院里面的很多堪博就是每天都是在背，每天都是在看，但是呢，就是真的要应用的时
候呢，就是根本没办法比，就是所以很多看破都觉得说我们有研究，我们天天都在看书，天天的背，但是往往呢就是已经10多年了没有这个看到一个字，但是全部就是用这个讲经的时候呢，就是全部就是讲出来的，所以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在这种智慧当中呢，就是自然而然这个流露出来。那个时候呢，就是可以给为了你一不变的众生呢，就是可以演述这个说不尽的这种法藏啊，就是法藏呢，就是自然而然可以这个宣说。所以说呢，就是这种境界呢，我看我们这个很多人呢，通过自己的这个信心呢。然后传承上师的这个价值呢，因缘聚合以后的话呢，应该会这个开启智慧。好，今天讲到这里。